享同埋 like 我哋啊！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哋西貢 Q 動力 Q Power 帶大家睇靚樓嘅時間啦。我係 Phoebe， 今日為大家介紹嘅樓盤係位於大網仔，一間超大花園嘅海景屋，屋面積2100尺，係一個4房加個工人房嘅設計。花園有5000尺，市場上非常之罕有。真草大花園喺度曬下太陽，燒下嘢食，放下狗，幾咁寫意呢？呢間獨立屋最主要都係望返自己嘅花園同埋海景，私隱度非常之高。客飯廳、廚房、工人房都喺地下嗰層。室內裝修時尚簡約大方，感覺柔和舒服。飯廳旁邊就係一個大嘅開放式廚房，以黑白色為主調。3、5知己一齊喺度煮下嘢食，傾下偈，一啲都唔會有局促嘅感覺。我哋上去睇睇房間嘅位置啊！呢層有2間房同埋1個洗手間，中間嗰層客廳嘅位置做咗一個開放式嘅書房。亦因為呢間係一間獨立屋，所以呢4面都係窗，非常之光猛通爽。第一間房油咗淺嘅墨綠色。第二間房做咗影音廳，洗手間呢，淋浴、浸浴都齊，仲有2個洗手盆。再上一層都有2間房，呢間房做咗一間健身室。至於隔籬呢，就係一間主人嘅套房。露台望出去呢，就係自己個真草大花園同埋海景。間隔寬敞舒適，淨係主人套房呢都有4、500尺，連埋衣帽間同埋洗手間。我哋而家上天台睇下，油油嘅一片，有山有水，好舒服啊！如果大家對呢個咁靚嘅真草大花園有興趣嘅話呢，就記得 call 我啦。我個電話係98009497 Phoebe。我哋仲有好多靚樓盤等住俾大家欣賞㗎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
多謝支持，拜拜。